竟咧邊個話尖沙咀買唔到啲正宗大旺嘅項目咧？咁今日 Kenny 咧身處呢個尖沙咀佐敦嘅德成街啊，竟然隱藏咗一個日式美學嘅藝術品啊！佢就係我身後邊咧嘅本木。嗱，呢個作品咧不得了，半首歌都唔使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佐敦地鐵站啦。漫步一首歌，又或者一個地鐵站就可以去到呢個尖沙咀嘅核心地段，而且一個站直達全國嘅高鐵站咧，就喺我哋項目漫步2分鐘就可以到達啦。所以無論你喺香港嘅商業精英，又或者中港商人咧，我哋嘅本木咧絕對迎合到你嘅需求啊！再加上咧拔萃啦、聖瑪麗、德順，又或者全球排名第54位嘅香港理工大學咧，全部都係咫尺之間，都不得止喎！擁有海港城 K11、美麗華廣場超過500萬平方尺嘅頂級商業圈，保證你屋企嘅女神咧日日攬住你咧愛死你添啊！嗱，廢話唔多講啦，我哋即刻上去睇睇發生咩事先。咁我哋本木整個項目當中咧，大部分單位咧老老實實地講句，經已沽清晒㗎啦。而現樓階段咧，仲有幾個單位可以出售。今日 Kenny 一次過同你睇晒佢。咁我哋會先睇一個511尺2房2個洗手間嘅單位，511尺竟然做2房，即刻門口望下咩事先啦。一入門口咧，你會見到整個單位咧真心實用啊，完全毫無走廊位可言，不特別咧。我哋門口位置已經幫你做咗 Samsung 拍卡指紋，再跟密碼門鎖啦。而我哋嘅開放式廚房咯，當然要攞盡個空間佢啦，做翻個入場式開放式廚房，最大好處成日都講啦，呢一個位置擠翻張6人大餐桌都完全冇問題啊！而且大家感受下整個樓底，就算我哋呢邊做咗少少假天花都好咧，我哋儲物量空間相當地充足啊！而我哋入邊嘅電器品牌都創咗呢個 Milk Cleaner 啦、洗門紙咧嘅爐頭啦、抽煙機啦、洗衣機、雪櫃全部一應俱全啊！大家感受下呢一個客飯廳咧，真心你跑步早上做大量運動都完全冇問題啊！而特別之處咧就係我哋露台部分啦。嗱，由於我哋當初唔係3塊露台啦，所以整個露台嚟講唔算好大啊。但係呢個波浪形嘅設計，除咗外圍望落去睇非常地靚之外咧，我哋望出去景觀咧都更加地廣泛喎。270度嘅景觀，由左手邊港島東啦、紅磡啦、尖沙咀靚靚 City 景咧，以至右手邊咧少少中環景觀都可以望到啊，認真不得了啊！貼心嘅發展商已經喺我哋入場櫃位咧，幫你預設咗一個非常之有格調嘅衣櫃㗎啦。而套廁方面咧，我哋入嚟感受下，做咗幾乾濕分離，而且呢個大對流窗真心不得了啊！同我哋睡房嗰邊咧做翻大對流，相當地舒服啊。但係呢邊整體空間就不過不失啦，2個人沖涼咧可能爭少少啊。嗱，兩邊嘅大鏡櫃啦，整個儲物量空間咧都尚算相當充足嘅。而且最緊要係入到嚟我哋睡房主體面積部分啦，4方可要做翻個5尺大床，再加衣櫃不是問題啊。而且最開心嘅當然我哋呢啲望出嘅景觀。傍晚一帶整個尖沙咀以至中環一帶景觀望得氹氹合，完全係冇邊際啊！最後主角當然嚟到你嘅主人房部分啦，感受下整體面積6尺嘅大床，3邊落床當然係基本嘅標準啦。而最開心嘅係無論早上或者晚上翻到嚟，攬住你心愛嘅人，一天一熄燈，樓下開晒燈，繁星包圍住你嘅感覺咧，呢種感覺真心浪漫啊！一樣有埋嘅入場衣櫃，再加呢個套廁嘅空間啦，整體面積空間同